全地让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奉主的名做伙来礼拜，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做伙来祈祷。主悲听从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落你。阮用亲像做世人的心情，欢喜迎接主你所施落春天的雨水，灌压伫阮的土地。阮也恳求圣神，你亲像雨水一般来灌压阮焦燥的心灵。阮感谢你，互阮今早起，阮每一个人无受阻挡，会当来到你的圣殿。阮独独要伫你的面前来甲你相交陪。阮愿意诚侪葡萄树枝连结伫主你的真葡萄树，互阮会当对主来领受迄个无断绝的供应。互阮时时得到上帝，你甲阮搁再一摆来坚固阮的心；互阮软正的手搁一摆得到坚固；互阮骹头有已经失去气力，会当搁一摆来重新恢复阮的元气；互阮的腰会当互圣神利用力量来坚固阮，束阮的腰，互阮熬跑走天路，互阮会当熬做主的工。主，阮为着少年教会伫这个所在100多年久来献上感谢。你伫过去的历史中，你兴起你的工人伫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无止站，一代传过一代，为着宣扬主的福音，伫遮努力。
总是阮知，上帝你所想事、你所交代即间教会是遮尔多，总是阮来尽做奴仆的责任，阮却无法度通尽迄个领5000个来回报上帝你。阮为着即个心，真感觉，阮实在是做袂到。主求你赦免阮，你也坚固阮，因为你知影阮有心，阮也决志要做尽忠的奴仆，互你欢喜。总是伫阮超出阮的时间计划，阮头前的路站的时，恳求圣神，你来主领，你来主导阮，互阮无抵到阮家己用家己的想法来当作是上帝你的意思。恳求圣神，你互阮明白。什么是你所欢喜的？互阮会当往迄个目标来努力跑走。做阮一代搁一代，阮需要传承。阮恳求你纪念阮信仰的前辈伫即间教会所做一切的事工，求你纪念，求你听惜因。伫伊年老的时，恳求你用你无限的听慈悲来听惜因，保护因，互伊伫年老的年日，每一日拢过着平安。过着满足，阮要恳求主，你为着你的教会来兴起，搁较侪的少年人、青年人来接棒，互即间教会的宣教事工会当一代传过一代。主，阮欢喜看见有侪侪的青年人愿意来侍奉，阮献上感谢。阮也搁较感谢主，你为着你的教会伫每一个所在，你设立大专的中心。为着遮个学生宣教的事工来努力，互遮个同工会当伫真伫人力、伫物资、伫资源拢真有限的情况下，有愿伫遐努力拍拼，伫遐咧做工。恳求主，你纪念因的手所做的一切，也愿阮会当有机会来参与即个真水佮重要的事工。果然，互主你的教会工人会当一代传过一代，互阮的传承会当做甲真好势。主，这是你所欢喜，阮也愿意安尼落去努力。主，阮今仔日的礼拜头到尾，愿你来感纳，愿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会中，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拢会当安静阮的心，好好来甲你沟通，好好对你来领受你所要爱互阮明白的真理。求你奋兴阮的灵，愿意来做主你所欢喜的工作。愿安尼祈祷无完全，阮也要用主耶稣基督，甲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就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无得罪阮的面子，就叫阮放弃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的。阿门。启应文第24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24篇，也就是诗篇119篇，请咱现着咱做伙来交托。所行完全遵坦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就用什么来牵起伊的所行，就照你的话来说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从你的路引我的心来，免叫我
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听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阿免。请咱来吟圣诗186首，圣诗186首，咱行世间的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现我对要引带咱做伙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学乐上帝主爱。愿即个诗歌诚侪芳芳的祭献伫上帝的面前，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新约的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伫现代中文译本新约的部分142页，新约的部分142页。同一日，门徒中有2个人要到一个乡舍去。这个乡舍名叫以马乌斯，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因沿路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拄咧谈论的时，耶稣亲自行近因，甲因做伙行。因看见伊，却袂认得伊。耶稣问因：恁有哪行，有哪咧讨论什么呢？因就徛伫，满面忧愁。其中一个名叫革流巴，问耶稣：敢讲你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中
唯一毋知影即几日伫遐发生啥物代志的人嘛？耶稣讲：啥物代志呢？因回答：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伊是一个先知，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讲话做事拢有气力。阮的祭司长甲首领竟然甲伊绑去，判死刑，钉伫十字架顶。阮原来毋望伊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迄位，毋若安尼，即个代志发生已经3日。阮中间有几位妇女，互阮真着惊，因透早到墓穴遐去，无看见伊的身体。因倒转来报告讲，因看见了天使，天使甲因讲。耶稣活着，阮中间有人去墓穴遐看，发现一切拢甲妇女所讲的共款，总是无看见伊。对安尼，耶稣对因讲：“恁实在真无知，对先知所讲的话，恁为虾米会感觉遐尼歹相信呢？基督毋是必须经历这一切，才进入荣耀吗？”对安尼，伊根据摩西甲先知所写的，开始对因解说圣经中关系家己的一切记载。因行我近所要去的乡舍，耶稣亲像还阁要继续赶路，因却挽留伊讲。日头已经落山，天就乌，天就暗，请甲阮做伙住。耶稣就入去，要甲因住。当因坐落来食饭的时，耶稣摕饼向上帝感谢，然后掰开，摕互因。因的目睭忽然开，才认出伊来。总是耶稣忽然无看见。因彼此咧讲，伊伫路里向咱讲话，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咱的心毋是亲像火咧烧一般嘛？因念咪起身，倒转去耶路撒冷，伫遐因看见11位使徒甲另外一寡人聚集做伙，拄咧讲主真正过活啦。伊已经显现互西门看了，迄2个人也将伫路里所拄到的，甲因怎样甲伫主掰饼的时阵认出伊来经过，甲大家讲。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咱真欢喜，张德林牧师伫咱中间，伊要用因的目睭开来。宣讲上帝信息，请咱用安静的心来领受。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也感谢双连教会，特别安排这个时间，予北区大专校长事工会当伫这个时阵来甲大家请安报告。嘛，互大家知影学生事工需要咱关心什么。当伫即个时阵，我要用咱头所读的圣经，也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3角来思想一个题目：因的目睭开。去年10月时，我有去新竹长乐教会主理。当然要去以前，咱拢会当想象，我爱先甲教会干事伫遐联络。有关题目是甚物，圣经则是甚物，启用信息、金句等等，我爱先甲伊讲。伊欠缺的，我拢一定要提供。我去新竹教会主理无几摆，但是我会记得顶一摆是1993年以前。我是安怎讲这个时间，确定大家就知。所以我会真关心。1993年以前，我是入去迄间旧礼拜堂，所以我真关心我这个有历史。都毋讲有历史癖的人吼，我安尼足关心迄间旧礼拜堂拆掉，敢有剩什么物件？
大吊埕拆掉啊，留一块砖啊，吼！啊，即间新德教会敢有留任何一个甲即间礼拜堂有关的物件？我就你甲问。电话中干事安尼甲我讲，旧礼拜堂留一个模型，恁若要来时，我就当一个送你。哦，我听了真欢喜，我说你一定爱甲我留一个吼，因为即个对恁教会来讲，对我来讲，对整个台湾教会来讲，是足有意义的一项物件。当得讲的时，我就问即个干事，我讲：啊，你敢知影这旧礼拜堂送去的？伊讲毋知。我讲吴威廉牧师去的。我讲吴威廉牧师，啥物人你敢知？伊讲毋知。我就甲讲，你细字看迄个模型，顶头有啥物字？迄个电话中一字字念我听。1922年7月起，1923年8月完工，1993年拆掉停起。我甲伊讲，即几个字，拄拄见证讲师吴威廉牧师为恁新德教会死的过程。伊讲，哪有即款代志？王吴威廉牧师伫1922年往回伫新德甲台北的路中，就是要到恁新德去新德长老教会。有一摆，大概赶紧要转来台北，我毋知影坐人力车坐到会车祸，大概赶迄个时间差1分2分的款。啊，咱知影新德教会甲离火车头虽然无远，嘛是有一段路。啊，我猜啦吼，大概人力车安尼走紧吼，啊，边啊带一台车过来，啊，烧落，吴威廉牧师去互害出去，重伤，后来送转来台北，伫马街病院，1923年过当年死伫马街。我甲讲，迄个模型顶头拄拄记录，伊为恁起礼拜堂，为恁教会死的过程。我安尼讲的时，迄个干事伫电话中啊一声大声，哪无人甲我讲即款代志？我若前到当拢毋知影有即个事。我想以后伊阁看即个模型，我的模型今有再来，对倒顶即个模型。这是新德教会吴威廉牧师伫1922年起的新德教会。因阁看这个模型，毋单单是一间礼拜堂的模型，这个模型咧讲讲事，有人为新的教会献出伊的生命，学习耶稣基督。我想以后，伊阁看到1922、1923，绝对毋是数目字尔定，伊心会倒，伊心会彻底受感动。咱今读圣经。一般咱将这段圣经讲，有时2个学生要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拄到国外主。圣经记有2个门徒，伫俘虏见到国外主迄日，因2个人要去以马忤斯。这2个门徒毋是耶稣12个学生，是24章第9节咧讲的其他的人。这2个人中间上至少有一个人叫做革流巴，24章18节。因2人要去以马忤斯，2人去的时，迄个精神是满面愁容，真艰苦。因伫遐谈论耶稣的死，甲下早起遐负责人所咧传耶稣国外的代志。但咱头仔细字听圣经所记，咱就知伫迄个过程，耶稣加入因的谈论。耶稣用一般人的形象，马可讲是变了形象的耶稣。马可6章12节加入因，所以因认袂出来。耶稣问因讲：“恁咧谈论什么？”革流巴就将耶稣是先知，讲话行事拢有大气力，等这事甲这个青云人讲，嘛将祭司头、官府甲耶稣钉十字架的代志拢讲了。然后革流巴安尼讲：“阮中间有几个妇女，因透早起甲梦哩。”讲坟墓是空的，有天使伫遐显现，甲因讲，伊已经过啊。恁啥事伫死人的地找国外的人？
讲这个话就表明讲述，这两个人其实是半信半疑。讲疑嘛，敢若有一寡信；讲信嘛，有一寡疑。就是迄个精神状态安尼，感觉敢有可能啊呢？耶稣就对这两个人讲：“哎呀，现代台语译本用一个感叹词，用一个哎呀开始翻译。哎呀，你哪会这么戆啊？就根据摩西甲先知所写，针对伊所咧讲的话，伫遐甲因解说圣经。而且讲摩西甲先知的话，就是律法甲先知。咱一般咧讲，其实伫咧指旧约。但规本旧约遮尔大本，耶稣伫迄个时阵到底是引用对几段圣经？无共的学者有无共的判断，有个人讲是迄段，有人讲是迄段。不过我注意到一个情形，无共的学者有无共的判断，毋过有一个共同的交集，因拢共同认为有一段因耶稣一定会讲出来。迄段就是以赛亚53章。以赛亚53章，可能我形容安尼讲是有当时有个人可能反应袂出来，毋过咱的启应文中间有记。伫遐记讲，启应文第34篇讲，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若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伊担当济人的罪，搁替罪犯祈祷。这段是咱不时咧启应的文章。真济学者虽然无相像的讲法，毋过这段圣经是因共同讲，一定是伫这个时阵讲出来。讲因两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住伫以马忤斯，所以因惊我迄个砖头特别挖的时，特别到以马忤斯的时，因是就这三份人讲，甲阮做伙住，甲阮做伙食。讲耶稣就甲因做伙，入到内面，讲耶稣摕饼向上帝感谢，然后掰饼互因。讲这个时，因的目睭忽然开，他们的眼睛开了。讲这个时阵才认出。甲咱做伙是耶稣，讲迄时阵耶稣已经无看啊。但这段圣经我感觉真要紧，这个毋是出现伫国外迄日发生的事，这个代志嘛有普遍性。我所讲普遍性，就是讲这样代志嘛，有缘会发生伫咱今日的生活中间。伫这段圣经的记载内面，若有两项代志。其中任何一项伫咱的中间发生，咱就会见到国外主。咱毋是去甲耶稣坟墓去遐找国外耶稣，是伫实施咱的生活中间，伫实施活的生活中间，咱就经验着国外耶稣。这两段圣经真要紧，因对互这两个人对满面愁容17节，变到讲随时起来，转去耶路撒冷。互因本来亲像我头拄所讲，半信半疑，到咧坚信。到底我要讲的这两项，是这内面所咧讲对两项，我要甲大家分享。这两项头一项，这两个人要出发的时，甲后来认出耶稣的时，这中间过程经过一项足要紧的代志。圣经讲，因听伊解说圣经的时。因的心亲像火在烧，因感动。你读圣经的时，若看白纸黑字，迄圣经对你来讲毋是圣经，你袂感动。但你读圣经的时，真正对迄内面读出国外耶稣，经验到迄个国外耶稣，你的心会亲像火在烧，你会受感动，你会经验到主甲你三个伫地。咱读圣经的时，常常会犯一种错误，就是迄段圣经节，咱想过头熟，对伫安尼，咱怎啊无底？比如讲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念刚刚来念切歌咧，你怎毋知伊咧讲啥？想熟，结果咱袂记咧迄中间，迄是一个活真旧的故事。亲像迄头拄迄个青年，伊都一日干嘛咧看1922甲1923，迄个数目字对伊干那是数目字那点。
所以当伊入去伫1922个1923对因新的教会意思的时，伊啥怎悬起来？啊，他无人甲我讲即个代志。上帝帮助咱，话咱读圣经的时，真正读入去内面，上帝所要对咱讲的话，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律法中的奥妙。北台湾的教会讲无提马街无可能的代志。我常常咧想这样事，咱咧认捌的马街，拢是足用的。啥物困难伊都毋惊啦。真像迄流行歌讲，啥物拢毋惊啦。我弄来弄去，我这人足搞怪。我著试找看觅，敢真正马街拢毋惊？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伊敢拢毋捌怀疑讲伊即款的判断对啊毋对？敢真正？我去找伊日记，我找到一个记载足深刻，请大家细细听。马街伫1871年11月初，对美洲的大陆坐船，经过香港、汕头，来到台湾的南部。然后1872年3月初到上淡水，开始伫北台湾宣教。我伫遐咧读伊个日记。请咱听马街伊安怎讲，想象马街伫遮咧讲伊迄阵的心声吼。遥远的故乡，3000英里外的亲人，以及我袂当测度的前途，逐种的想法拢总走到我的心里。四面是茫茫的大海，过即个海迄边是太平洋，迄个所在是异教的世界。我将来是毋是会当个平安倒转来到故乡？我生命会拄着不断出现的危险无？将来我到底会安怎？我是毋是已经做了一项毋对的代志？人拢会受考验，我即时嘛受了考验。我伫船顶的迄间房间内面，心震动一时啊！我阁讲一摆啊！我心震动一时啊！我感谢上帝啊！我读即句话，我感原来马街嘛是人呢，伊甲我相像啦，有坚强嘛有软正啦。伫某一个时阵讲，我敢会当个平安倒转去到厝？我是毋是做一个错误决定？伊心起大风涌。圣经讲，耶稣互风涌停，命令用话互风涌停。风涌真正停，敢真正上帝话风涌停？咱继续去看。伊讲，到底我将来安怎？我是毋是已经做了毋对的代志？人拢会受到试验，我嘛受到试验。我伫船顶这个细细房间内面，我心震动一时啊，总是无偌久。主的话替我带来光明。海外宣教委员会所送我圣经第一句是：我要举目望山。下面安尼写讲，马太28章20节，我要常常甲你三甲伫地，我要常常甲你三甲伫地。上帝话伫迄个时阵出现，马街的心就安静落来。上帝话会平静风涌无？真正会。当你的心有起大涌的时，毋通要记你圣经的话，要甲你讲这样代志。上帝永远甲你甲我三甲伫地。即句话咱平常不是咧读，牧师不是咧甲咱祝福，牧师嘛伫祈祷中间常常咧念，总是做一个受过师范教育要做老师的马街，佮去 Princeton 读新学院的马街，决心要来台湾做宣教师的马街，伊伫迄个时阵心嘛会丢毒一下，毋过迄丢毒无偌久，当迄上帝话真正会开力显现的时，讲伊心平静落来。即句话为我带来光明。用今仔日的话来讲，就是讲，即句话互伊心烧起来，互伊热起来，互伊明白上帝话的真理。所以当咱来咧读圣经的时，毋通白纸读乌字。毋是在咧拼讲，你总共读几摆？一摆我读2摆，伊讲我读3摆。我想毋是主要毋是读几摆，
主要是你读半摆也好，甚至1/4摆也好，甚至是才开始读也好，遐话是毋是入伫你的心，互你的火烧，互你真正有感觉，实践来行。国外主伫迄个时阵，甲你甲我三个伫咧。当第二个，我要甲咱分享伫即段记载中间咧，甲咱讲一样事。咱伫什么时阵，咱经验国外主？伫咱生活中间，个别耶稣基督是咱的主的时，互主耶稣成做咱活命的主人的时，国外主要咱显现。圣经记讲，即两个学生原来未认得主啦，但当主将伊的话解说，因的心烧甲因坐倒八饼时，讲因的目睭开。甲因三甲坐倒，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一寡真权威的圣经注解，有人讲迄圣餐，有人讲毋是啦，五块饼两尾鱼嘛是八饼足食啊。当然嘛有人讲五块饼两尾鱼迄个代志嘛是圣餐，不过一般来讲，较毋是认为是圣餐啦。我迄敢是圣餐？但我今日无介入讲这是圣餐，毋是圣餐的争论。我要讲上事。咱咧读这段圣经的时，你我有注意上事无？当耶稣用一个青云人的身份接近伊的时，耶稣亲像人客。总入去伫厝内，甲因三个大要食饭的时，耶稣亲像主人。伊咧擘饼的时，用主人的身份伫遐分享活的饼。迄个时阵，因经验到国外耶稣。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咱的生命中间，咱的价值观。咱生命安全，用上帝话，用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所显现的一切，成做咧生命上悬的关心的事。咱要经验到国外耶稣。我记一个人做例吼，检测我捌伫这个所在讲过即个人，不过可能是一部分。我今日望会较完全来讲即个人。这个人伊所做的一切代志，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我也望同我今仔日的分享，会影响咱真深吼。咱知影黄宗辉牧师的老爸是叫做黄树明牧师吼。黄树明牧师，伊是台湾咱台湾头一间有主任牧师、有副牧的台南东门教会的主任牧师。当伊做主任牧师的时阵，伊嘛做中英中学的校育社主管，就即摆讲校牧啦吼。伫这个期间，黄树明牧师足够传道理，特别足够青年传道理。我读一个记录，就是讲黄树明牧师伫伊任内做校育社主任时，为344个中的学生行洗礼。这344个人中间，上至少，我知影一个人叫做王金河，乌卡病的医生。伫顶世纪的30年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开始摇头。日本伫顶当台湾受影响，就是讲1933年开始，日本政府要求台湾所有的学校的课程要日本化。所谓的日本化，毋是讲课本是日文尔，老师一定要用日文讲。这个以前。比如讲圣经课，黄树明会使用台语教，不过1933年以后，你要用日本圣经，你要用日文教，黄树明用日文都无遐好啊，无法度。伫政府的政策，即款政策下面，黄树明无法度离开中中，伊服侍10几年。万英华牧师讲：“我是中英中学的头，你是中英中学的心，这个心离开中中。”就是伊带过344人，无法度。今仔日政府的政策就是讲，你若无法度用日文上课，请你离开，这问题出来啊！我头拄讲，台南东门教会是台湾头一间有2个牧师，有主任有副牧的教会。黄树明牧师转去了后，东门教会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伊原自本做东门教会牧师，甲中的校报的时。伊的写例是中英中学出来，
即马转来东门教会，我惨啊！东门教会出2个牧师的舍礼，即马对咱相连这毋是大问题啦吼。不对，迄个年代来讲，这问题大了呢。出2个牧师的舍礼，搁到女团队的舍礼，搁到职员的舍礼，搁工友的舍礼。1933年，台南的东门教会讲安尼，我无法度，我一定爱干一个牧师就好，我无法度负担2个牧师。我因为即款的声音一个出，教会煞分派。若是干要一个牧师，有人讲我要黄树明，有人讲我要爱迄个副牧。教会则分党分派啦，亲像哥林多的教会讲，我属什么人，我属什么人，佮伫遐分派。万英华宣教师做一个，我感觉是足无智慧的决定，甲主任牧师甲副牧师讲，2个人拢离开，为了教会和谐、教会安宁，请恁2个拢提出辞职书离开。不过，1933年离开，1934年，佮请迄个副牧倒转去做主任牧师。我有当时咧想啦吼，咱即马咧做一寡代志，请会记咧，小会是会记录，中会是会记录，中会是会记录。你今仔日咧霸占一个董事会，无照规矩咧做，逐个人咧看，文献会记录。1933年的代志，我伫遮1918年咧讲，我会看到我信仰前辈因到底咧做啥物事。1933年你叫2个人牧师拢离开，1934年你请副牧转来，你是咧开什么玩笑？这真明显是设计好的啊！我这个人我足够闭的，我等于并迄个时阵的教会公布，我看出有一寡资料，迄副牧要离开教会的时阵，有50外人伫遐为伊办欢迎会。我什么人要挖什么人，什么人挖什么人，我拢无意见。但是这样代志若是伫用瞒骗的方式来处理，我感觉是无妥当。不管如何，到1934年发生这样代志。黄树明牧师1933就离开东门啊嘛，无头路啊，毋知要对啊。到1934年，伊的囝黄宗辉牧师伫东京地大读册，伫遐伊收到因老爸对台湾寄一张批。宗辉啊，某月某日某时，我会坐第1班火车到东京什么站，你来接我。黄宗辉看到伊的爸爸迄款的形，惊一个啊！阮老爸他变做一块遮老，无元气，敢若破重病。黄宗辉，黄树明牧师甲你讲，我不爱做一个失业的人，我不爱做一个无路用的人。甲伊的囝讲这代志，然后叫伊的囝黄宗辉甲伊当带伫迄个东京大学宿舍，甲囝带做伙，2个人做伙读《约伯记》，一日读3章，1个月读了。老爸甲囝做伙读《约伯记》，用安来经验迄段流目屎的日子。我嘛读了一段记事，我感觉上帝特别的恩待。因2个去到日本，黄树明牧师去日本的时阵，伊甲伊的囝讲，带来见一个人，迄个人什么人？河川丰安。我毋知日本要哪翻河川丰安。伊听到这个人完全用耶稣基督做伊性命的主。真正去服侍艰苦人，甲送向人带做伙，找物件互因食，找衫裤互因穿，去服侍遐姊妹社一个。以前是看见，即马亲眼看到，讲伊的心才安静来。迄心安静来，我咧去想什么意思？若要做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用耶稣基督活命的款式做你唯一追求目标的人，我要早咧。我对河川丰安对袂着，迄个
看到河川公安，互伊心过安静落来。后来转来台湾，去甲大都、甲陈甘木、陈甘果，因兄弟啊做伙拍拼起造大道教会。我要甲大家讲，1935年4月7日，伊就任大道教会牧师。迄年4月2日，墩仔骹大地震，总是无一样代志会阁影响到黄树明伊的决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这个若是真做我生命主，无一项会影响我头前继续行的事。甲各位基督三个拄着，我想说是做一个基督徒，咱不是伫咱的祈祷中咧祈祷的，咱是活活的信仰，活活的生命伫咱的中间。上帝活活的话，咱逐工咧读。我期待上帝帮助咱，互咱读圣经的时，真正迄个话，互咱读了心会烧，互咱生命真正用主耶稣基督做咱活命的主。常常去款待、看顾遐欠缺的人、艰苦的人、需要的人，遐有艰苦无地通讲的人。我特别要来讲学生工作。我当年大概这几年拢是我来咱双连教会。咱可能无啥知影，学生工作是其实是足受，我讲较歹势啦吼，足受人欺负。学生工作上解互人好款待是干伫双连教会尔。我刚安尼讲，美南长老教会要离开的时，偌济土地财产，培养偌济咱的人做学生工作。我敢讲一个土地就好，你敢知总话迄块地是美南要放迄互咱做学生工作的呢？结果后壁迄边卖掉无讲，这边变做信友堂的。我讲安尼，可能你有人感觉足奇怪哦。迄是学生工作的地呢？你毋知影？你去看信友堂顶头遐是 Friendship Church， 是去甲因一群人讲，阮无礼拜堂，正对中国来无礼拜堂，所以你会当将即块地还暂时去礼拜堂无？啊，咱嘛欢喜啊！因无咧所在礼拜，咱就互因对遐礼拜啊。啊，因嘛讲啊，阮嘛是伫长老教会内面啊，所以几个人会当做证讲，信友堂较早是7千中会信友堂教会，啥物人会当跳遐做证？一个都无啊！伊属伫咱7千教会呢，韩伟老爸遐免做董事过呢，信友堂安怎离开？为着咱对政治的看法无共，为社会看法无共，这我拢无要紧。总会去总会大楼，学生工作对对变地下室，这边的地也规个拢无去。咱无固定的收入，每一摆就逐九个安尼拜托，将这个诚做阮的经常费、工作者社里学生囡仔活动的费用。问题是安尼来的呢？我讲这大人毋通做欺负囡仔的。做头啦，毋通安尼做啦。啊，就安尼去找出去原来迄张批，讲阮即块地是要做宣教甲学生事工的内容。哦，你看哦，只有宣教2字哦，毋是干要学生事工哦。所以迄种大楼讲，长老教会宣教大楼符合奉献原则。啊，若照安尼2字，应该是一半较对咧。无咧，怎甲咱学生工作钱咧地下室？这我特别问长老教会这样代志，咱敢有看重青年工作？我拄迄顿花语礼拜，我心真正感觉足安慰。我看见遐尼侪青年伫遮参与伫花语礼拜，我真正对神地感谢主。有偌侪间教会已经无咧关心即款代志，咱若假使无咧关心教会的传承，咱若无关心即代青年人的信仰，我毋知影咱有一天要安怎去咱的主。我搁一摆伫咱的中间，去甲咱拜托，我要讲一摆，双连教会是互我感觉上甘心的教会，对伫学生工作。也今仔日请咱搁一摆为学生工作奉献。
讲我讲无要紧，学生工作是足受欺负的工作。大人毋通做歹模样去互别人看，这是做一个基督徒上基本的。我话就讲到遮就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教会史的中间，阮看见侪人兴起，为宣扬福音伫拍拼。有人对目睭无看的人，有人对耳孔无听见的人，有人对太高的人去传道理，嘛有侪人为青年人中间去宣扬道理，亲像苏明牧师，伊带领344个青年信主，这344人后来伫台湾社会引起真大作用。主，这互阮一个真大启示，就是青年伫今仔日、伫明仔载要做成济工。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气力。阮知要安怎甲今仔日的青年对话，阮知因的需要是啥物，阮知要安怎伫因的中间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宣扬起来。但今仔日是学生主日，搁一摆恳求你帮助阮，体贴着学生工作的需要，也为匠师来奉献。阮伫你面前安尼迫切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82首，主是永远美娘。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今仔日咱真正欢喜，张德霖牧师会当代表北区大专中心来咱的教会来甲咱分享上帝的信息以及报告。咱知影张德霖牧师伊有伫中央大学教册，总是已经退休吼。会伫遐29年，总是伊一直拢伫大专中心的事工有份。伊无伫遐，伊毋是在野的工作人员，总是每一摆的纪念主日，伊拢爱伫各教会来报告请安吼。最近即几年，像伊所讲，拢来伫少年教会。咱少年教会特别对青年事工，咱特别有真努力，真有负担，所以咱对大专中心的事工，咱也真关心，咱也有固定的经费
来支援大专中心的人事，以及咱每一年的纪念主日，咱互会友咱用咱的感动来奉献、来支持大专中心所需要的经费所以请咱真正纪念这个事工，因为青年确实是真重要的事工。伫这个时阵，我也要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少年教会做礼拜的兄弟姊妹。你若伫外围还未填留名卡，请你这个时阵会当来伫你的座位头前留名卡，你会当填好势了，确定来交互阮小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通好甲你熟悉。这个时阵咱要来奉献。请咱起立，咱来感谢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互阮的生活，阮得到你的供应。主，虽然有人无够额的丰盛，总是阮抑阁有够额。主，求你，互阮知影知足，也互阮有敬虔佮知足的心。阮即阵将你所赏赐互阮的金钱，照阮家己的感动，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欢喜甘纳。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
我来报告。搁一摆多谢张德林牧师代表北区大专中心来咱本会伫第2场甲第3场的礼拜中正道以及事工的报告。当然第1场是张祖敏牧师伫第1场来咱的礼拜中来正道。愿上帝祝福大专中心所做的校园的福音事工，以及大学生的信仰生活。也请咱兄弟姊妹继续为大专中心的事工来代祷。那咱的儿童的主日学，因为咱8楼的整修，所以有拢伫即个幼儿园伫迄个所在来上课。咱第3点咧讲，咱8楼装修的工程有定伫3月初2完工，3月初4来恢复使用。过来就是咱的培灵会是3月16拜5暗时7点半，伫咱10楼礼拜堂有培灵会，是邀请陈坤生牧师来主理，请咱兄弟姊妹来参加，会当邀请无道友来参加。伊的主题是为什么爱祈祷？为什么爱祈祷？中级同工的训练会伫3月17拜6上午9点半到12点半，伫9楼会议室。请咱同工甲中级爱报名甲郭怡勋干事来报名。第6点，咱双联社会福利基金会要招募新庄地区探访陪伴的志工。即个就是要实践咱教会一直咧讲，咱毋是干那要做事业，咱毋是干那要做社会的福利的事工，咱爱将福音来传出去。所以咱就计划伫要做即个社会就即个居服啦就是居家照顾、居家服务。时阵，咱就要有咱的同工做伙陪伴，伫遐来做关怀探访，也要伫咱所经营的日照日间照顾中心伫迄个现场来陪伴协助，伫迄个中间受咱服务的遮个长者所以这是真有意义的工作咱已经报2礼拜即摆个第3礼拜伫遮来报告。请咱有感动的兄弟姊妹，有人一直讲我毋知要做啥，我毋知伫教会会当服侍啥。有人真热心，但是拢找无服侍的工场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总是咱需要培训，所以请咱爱甲谢颖颖干事来报名。报名是到月底所以剩无几工请咱爱把握机会。请咱先开。咱的周报的第7点第7页是来看第7页，装备委员会伫遮有装备课程嘛有奖学金的申请吴伯珍的罗俊义牧师的查经班歇困到28咱有罗马字班请咱大家斟酌来参与。请咱先开第8页，第8页有2个较特别的班，就是管风琴的竖琴班，这个是会当受训练了会当来参与事奉所以这是真有意义的一个班，请咱会当来参与。有钢琴的竖琴班，这个嘛是拢以后会当来事奉的教社委员会的消息。西罗亚诗班由杨牧师带领去马街病院做诗歌的分享，是伫2月26第拜1咱阁有社区办社区的日文班，阁有作文班这爱甲陈美仙干事报名。咱来看咱的资份传播委员会嘛，真需要咱兄弟姊妹来参与。咱有看见咱伫遮有摄影摄影咱这做这个直接的转播啦直播，
伫咱的网络会当做直播。以外，咱咧礼拜中，包括我即摆咧用的即个麦克风、即个声音，安怎传到咱遮。啊，咱有时阵会听见讲牧师咧讲道遐虚怎无声去，吼。啊，有时阵咱的迄个咧报即个字幕即个吼，哪有对袂着吼？种种遮的，咱需要有较侪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受训练，啊，咱就会当将遮的代志做甲足好势吼。所以咱有基本上需要影视制作小组，吼，就讲来翕来翕吼啊，咱阁有做后置。做即个音控，咱即阵是伫即个后壁吼，咱即个宪歌队咧备办室遮吼，有一个音控，即拢需要同工专门同工拢伫礼拜中会当伫遐来侍奉，咱需要足侪人吼，因为你知影咱礼拜足侪场吼，所以咱需要真侪的同工，咱需要做网络的推广小组，咱下伫脸书。下伫即个Line， 咱阁有其他，阁伫 YouTube， 这拢是需要咱的同工来参与。阁来就是资讯小组，咱教会有真侪机构需要做整合，所以这嘛是需要咱做伙来思考，做伙来设计。上帝赐予咱足侪的文书，拄则咱咧奉献的时候，咱拢有唱吼。咱的才调，咱的才能是上帝所赏赐，咱甘愿奉献予主。互主所使用吼，即马就是机会啊啦吼！上帝来互你有资份的资讯的即个才调，你的工作有伫即个方面有经验，请你就当来参与伫即个时间来奉献予主所用吼。所以咱若要有感动，请咱会当甲即个资讯传播咱的为林玉成干事，伫遐来甲伊联络吼。过来，咱来看第10页。第10页遮有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咱有发现讲，即个名单有较少，人有较少啊，是啥物原因？人较少。你敢知啥物原因？咱们答案拢无共款啦，总是对啦。你讲的迄个拢对吼。咱拢23位伫遮。相信佫较侪人无伫顶面的啦，我相信啦，但是咱知影嘛，所以会让咱既然知影有啥物人无伫遮，也是讲知影顶面有啥物，咱就为因来祈祷请咱真正爱为遮个人来祈祷这是咱的兄弟甲咱的姊妹。最后咱来看17页，第17页第17页遮有甲咱说明讲，拄则我咧讲脸书啦、Line 啦、即个 YouTube 要安怎？咱有的人是大人较袂晓咱中者较袂晓，请咱的时势当甲咱帮助要安怎甲咱的教会当结连？咱若有结连，咱有订就会当主动，伊就会主动会送入咱的即个手机咱会当来收看会当来接收即个则拜托咱大家来斟酌看以上报告，咱请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时阵我来介绍贵宾。首先咱有对日本来的这贵宾有这个莫莉小姐个欧卡先生个有Toyota牧师甲牧师娘，个有奥塔尼这个先生这是理事个伊的秘书也是咱请恁起立起立，咱来拍鼓因这边特别代表这个社团法人的这个一个访问团来台湾访问4天，明仔载要拜会咱的总会咱真欢迎恁佮另外有几位贵宾牧师来介绍，遮有罗美秀小姐，罗美秀。遮这是对美国北加州的迦南教会转来佮有吴伯彦先生吴伯彦这嘛对加州转来佮有黄金贵郭淑华夫妇伫外面伫外面佮有即个
完成这次的孙仔哈，黄胜杰哈先生哈，在咱中间。其他毋知敢有第一遍来无介绍到的。咱今仔也特别感谢张牧师甲咱做伙分享信息吼，互咱知影，其实是大专事工即个大专福音事工，其实是真需要咱做伙来支持投入吼。咱知影，伫我咧读大学的时阵吼，大概是若教组的吼，大概是1/4的人会当读大学吼，若一组的差不多1/3吼，即摆差不多100%的人拢会当读大学吼，所以即摆大学生哪来哪济，即款的市场哪来哪看吼，咱就需要投资较济资金来推动即个校园的福音事工，这诚做咱教会吼以及咱台湾社会未来的一个愿望，所以请大家爱时常为着这事工来祈祷，来支持来奉献，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圣殿，甲你亲近，也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帮助。主，阮真正较需要侪关心，阮甲搁我主结连的事，互阮有对主来搁我的活命，互阮的信仰活命、灵性的活命会当活泼起来。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因为领受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互阮明白阮人生的使命甲方向，也会当尽力来服侍人、服侍上帝，用阮的性命来见证主的恩典。阮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位，互阮有拄着恶担当的事、心情郁卒、艰苦的人，会当得到安慰；有身体有各样软弱的人，会当得到复原的快乐，也常常甲阮伫地，坚强阮的信心。因为甲主结连，阮搁一遍重新得到快乐。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上扬的诗。圣诗516首，圣诗516首，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帮助，
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立道接受上帝差遣。